早幾日分享咗班蘭口味嘅白糖糕，跟住整嘅姊妹們都話好成功。今日繼續分享班蘭口味嘅馬蹄千層糕，家庭版超詳細嘅做法同配方分享俾你哋，鍾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想要整得好食，馬蹄粉認住呢隻周星牌，佢嘅配料表冇溝其他粉，就係得馬蹄粉嘅啫。準備個一次性嘅杯啦，大細都冇所謂嘅。一杯馬蹄粉就用2杯清水嚟開粉。屋企如果有電子秤嘅姊妹們，可以睇屏幕上嘅克重。料均勻之後過一過篩，擺埋一邊備用。跟住嚟煮熟漿，煲度倒入半杯嘅白砂糖、5克班蘭粉，加翻2克度嘅食用小梳打呢，蒸出嚟嘅糕體就會更加脆綠。都係用翻頭先個杯，倒入2杯清水，將啲糖煮溶煮滾之後關火，趁熱滗一殼馬蹄粉漿落嚟，快速攪拌。呢度有個細節需要注意，開好嘅馬蹄粉漿呢，佢會分層嘅，所以每一次滗漿之前都要攪拌均勻之後再滗漿。如果你溝完粉之後仲係水漏漏咁樣呢，熟漿就未整好。呢個時候開最細朵火，一邊加熱一邊快速攪拌，開始有啲阻力啦就關火，要變成咁樣濃稠酸奶狀熟漿嘅狀態就啱啦。跟住將佢倒翻入頭先開好嘅馬蹄粉漿度，全部料勻勻，班蘭漿層就準備好啦。到白漿部分都係用翻頭先隻杯，一杯馬蹄粉就配2杯嘅純牛奶，2杯嘅椰漿。我呢度係用煉奶代替咗白砂糖，我覺得佢嘅奶香味會濃啲。如果你冇嘅話呢，就用50克嘅白砂糖，因為煉奶同椰漿嘅濃稠度已經夠噶啦。白漿可以唔使溝3熟漿，全部料勻勻之後過一過篩就得啦。咁樣班蘭漿層同埋椰漿層都準備好啦。呢個係耐高溫嘅硅膠模具，同 BB 仔用嘅奶嘴呢係一樣材質噶。用佢蒸出嚟嘅糕唔單止好睇，仲可以重複使用，可以跟住我整好多種口味嘅千層糕啦。就係咁樣梅花間竹咁蒸，我呢個厚度每一層大概係蒸2分鐘。你唔確定嘅話呢，用手搖一搖，冇流動嘅液體就係熟噶啦。全程中火，太大火好容易起泡噶。最尾一層蒸多佢3分鐘，一定要等佢完全攤凍之後，輕輕撳一撳個邊位就可以輕鬆脫模噶啦。濃郁嘅班蘭椰汁香味，清新脆綠，非常有春天嘅氣息。唔單止造型好睇，個口感甜度適中，Q 彈爽口，大人細路都鍾意。講得咁詳細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！